好，来继续来看有一个网红叫做仙塔律师，本名李义婷，伊的人气真旺，伫个网络顶有济买奖。阿讲，伊咧为林国泰诈骗成员辩护的时阵，甲其他2个律师疑似是协助诈骗的主嫌买卖查拉会，甚至甲检警侦办的进度泄露予其他也未到案的成员。检察官问过口供了后，李义婷以70万交保，另外2个律师一个50万，一个10万块交保。穿乌衫挂水暗，这个就是网络真有人气的仙塔律师李义婷，伊出现伫北检，唔是要替人辩护，是闹些秘密的案件接受调查。做伙接受调查，要另外2位律师蔡元如，乘以10万块交保，行出北检。是我实际我作业问题相似的，那其他投案率怎么样？代志是因为检警调查一个林国泰诈骗集团追查金流时，发现讲被收押一个姓王的女主嫌，伊的车被过户，甲因男朋友的律师费，敢是别人伫家付，怀疑包括李义婷在内3个辩护律师牵涉漏泄秘密，协助通知别人去处理这台车，甚至漏泄侦办的内容予其他的人。没有帮诈骗集团做事。另外一个律师赵浩庭50万块交保，限制出境出海，用纸底下查面拢无讲话。新闻要说啊，律师要澄清一下。李义婷是70万块交保，限制出境出海半暝12点外离开北检。明天会再回复。律师是为委托人辩护，伫法庭争取权益，也毋过袂当超过法律的红线。如果唆使当事人隐瞒事实、伪造证据或灭证，甚至将侦讯内容提供给其他共犯来串供或作伪证，就已经构成犯罪行为。网红律师卡到漏泄秘密的风波，到底敢有超过辩护的界线，甚至暗中帮助诈骗集团？检方需要搁继续调查。一般人能调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